朋友们，礼拜六一到，周末喜相逢，老地方、老辰光，洪仁康用到大家来见面啊！今朝给朋友们介绍一支呢是具有震撼力的乐曲，叫《宇宙风》。讲的搿只戏份呢是近20世的辰光了，赵高与匡衡一定围城，却是儿女情歌。那么赵高呢，交关政权了，匡衡不满意的啊。那么赵高派人到匡家所藏的宇宙风宝剑，后来呢自荐银子，那么要吃谁呢？嘿，我不知那话，所以我肚子那话光了说话了。搿只戏份看就牛皮大的啊，俺先慢慢教导来看。好，朋友们，今朝俺来看搿只乐曲，叫《宇宙风》。司马
么为色处理？黄老将军，拿你来试试，他究竟是罗还是马？老人说他是罗。老将军，你分明是老眼昏花，尽管芝麻为罗。狂马之事实来，陛下能不明察？你好了好了，曹相一样，此事便宜龙马，不必商量和气。众位爱卿，陛下，郑清晨也带来一钱西施宝vật，来。此钱名唤玉之凤，玉之凤，此钱曾于四国，特赐于灭楚之时。皇爱卿陛下，你欲望成身，纵可苦将，为有一从，朕特此情则必玉之凤宝钱，谢主隆恩。万岁！万岁！好闹眼，子罗为马，皇帝红，君臣谁管呐？不听你从，可恨对对老皇后不把老夫放眼中，儿时世间是恩宠分明要我你为父，今天虽说很乱凶，又报此罪自匡宏，有其他他虽中女子与罪风倒不是你小计来拉拢，亲自私婚结亲戚，叫他匡家与我修其功，叫他匡家与我修其功。圣旨下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丞相草稿奏起，特此其女儿曹延勇与匡宏之子匡福成婚，请赐。
草高家女色全逃，明枪一夺放弯刀，从来水火难相容，他碰岂能配一笑？谢了。夫君，新婚之夜，因我托是王儿面，莫非妾身？你还是去问女父草稿，
因何妻子赐婚？本是皇上得是玉瑞丰宝剑，家将框架重量，家务该是得公的娘母吧？娘母，哼，我看非别。夫君以我这般说话，莫非你真的对你父亲一副所知？你我既是夫妻，谁该实言相告？好，你既不知，我就试试讨来。那时你父向皇上献上一诺，偏生是马。哦，我弟弟指鹿为马。家父不肯附和，于是皇上赐剑嘉奖，号令草稿不哦。只不过便便落马，相争何解？所争欺也落马。你父亲思想叫众大臣不能合法非命之中，让他记着一岁昨天负责非回。夫君言重了，妾身所闻，恰是众人对家务的赞扬之声。哼，好一个赞扬之声！提起草稿如红裳，请坐乃说才堂堂，自我为马梦升平，一手昨天起当朝，巧言令色尽谗言，挑拨离间手团高，天中央此一计，多少不过不应他，公堂万事他一手操啊，不了身悲泪我父相身上终年高，为恨才心是草稿，用家激情藏祸心，要我匡家策圈套，今日对你策情表。你可知才是忠心才见掉？谁碰家业，机遇大，他一番言语是狂当得我云头转向，心发春，真关心着句空诉。才条条，我弟弟忠心谁不孝？为国事实业来操劳，自无是我杀珍宝，家女怎为何心报？夫君啊，你不该将我弟弟来诬告，不允我心乱是马，自泪跑。
居贵国，不知世事风云，但知家父随父，十儿妾身愿为夫君奉祭之死生婚。唐僧，真向我匡家报信，子妃你与那太监杨府怎么？也到两团。不，家父养育我10数年，恩深似海，岂能两断？此次请须还我匡家，将你冷落。夫君。这位大眷，我才是各位家女乔翠梅，从此何惧玉罪妇，儿女亲家是同走。小姐为夫，小姐为夫。儿啊，女儿拜见爹爹。我儿快起来。怎么不见也许相陪？小爷不爱他，小爷。夫君儿孙奉还，他是该日再来拜见，又无他人。我儿快坐下，谢谢。谢爹爹。儿啊，匡家的女儿可好？蒙爹爹关心，匡家对女儿好，好得很哩。女儿，你是封杀迷言。这今天罢寿，何来封杀？小爷，小爷，小姐因何事伤心？小姐，可是在匡家受了委屈。不，小姐在匡家是非是家，夫妻恩爱，总为争吵。等，小爷，你管有半句假话，我就割了你的舌头。小爷饶命！小姐在匡家度14年，以泪洗面，洞房之夜，小婢偷偷听访，小姐故也真实不虚，并无半句有趣的话。小玉，这我是不来的呀。那皇父真正可恶，尽管欺负我的女儿。爹爹息怒，并非夫君欺负女儿，只
这是什么？这是对女儿说了许多骇人听闻之事。他对你说了些什么？弟弟，女儿短短相问，莫非你真的做了许多错事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神非神仙，焉能无辜？敢为母经济年年，其余国事有莫共度？女儿也是不幸的，这是什么？哦，你不说我也猜得出，定是那匡家母子失了你的许多外望。也许是落马之争，匡家也是有情。哼，我好心与匡家联姻，他却毫不领情。尽管在东方之夜冷落了女儿，你是啊，想念那匡父也太欺负人了。他晚上只要算带小姐，这个小姐想你什么小爷也到两端。一番话，怒呼算凶吉，有心送暖难永避，两家联姻为笼络，谁想到为了女儿有责逼。丁相爷，曹真将军求见。好，来得真好，有情。有请。儿啊，你所来的一切问题。大哥，亲兄弟不必多礼，走。走。大哥，咱女贵家性情，小弟他一登门，讨杯喜酒。哈哈哈哈哈！喜酒是喝不成了。哦，因何还不成啊？我原本指望与匡家联姻，让他依附于我，谁料匡家反要你这女与我断绝父女之情。是可成，说不可成。此次看来，匡家已死心塌地要与我大哥为敌。哼，他还不是仗着皇上御史报警。皇上，哼，当初要不是愚兄替他师兄传位，他能登基成君。至今却想过河拆桥。呵呵，我这座桥，这怕是拆不掉了。大哥，于今之计，得先知匡家这匹黑军之马。何不来个巧山震虎？哼，匡家既然经久不切，且发酒，休怪我赵妹心狠手辣。叶帝乃是内宫侍卫郎官，原来大哥服役。你出入宫中，通行无阻，可以随时接近身家。大哥的意思是？将那玉贼风宝剑讨走。好。将宝剑盗走。好。大哥，此计甚妙，这是我曾与他。我知意的。自此，小弟即刻应旨。
姐，推头有彩凤宝剑。分明儿心尊敬，讨宝剑为无益。弟弟他难逃为儿凑亲，要上框架。夫君岂不知女儿已是框架人，这般应是不该言，不与我相亲同王爷。夫君他细数夫妻一生生，当时端顺不关心，至今玉妹亲儿莫非是弟弟才唱今世南疆真相明，我是框架去报信，连声他天在既报框架，也见我弟弟才艺。小月，快给我备好草马，备草马做甚？不必多问，快去。小姐，他都这么当水了，小姐。
快见他回来！夫君，曹小姐，我真想前去见你。夫君为妻有件事相告。与何件事？我家可要看好那把御史宝剑。御贼风，那是四川。哎，你因何赶来定西？只因有人要推倒这把宝剑。哦，你是何得知？讲。夫君不必细问，人家旁玩便是。我儿快了！弟弟，哎呀，他不好！弟弟，那把御贼风宝剑怎么样？被人逃了！宝剑已经被逃，只管儿媳报信太子。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来讨剑？你刚从曹府回来，宝剑丢失，莫非与你父亲有关？家母明曹公，杀死你父，谋我盗剑，那我狂家将有灭顶之灾！灭顶之灾！不！家母知道我家到匡家遭受冷落，所以派人讨剑，只不过是想替女儿出口气罢了。不，你父家女你是为落了我匡家，是今日我匡洪不肯就范，他能不生出一场风波？只怕要置我匡家于死地呀！一家往往有惊心，莫非讨剑？公爹
及卫机关队前来报信，说是上你对策吧。是啊，好，为吾即刻进宫面见圣上，讨明原委。老爷，事情报警丢失，只怕是有口难辩啊。这，弟弟，一孩儿之境30多计追回长城。不同，一则两字，岂不是真我狂加越罪？吾枉让此间落此次就请爹娘谢罪，留下孩儿应对不成。你的朝廷命官留下何用？弟弟，还是你先插嘴，以防不成。孩儿绝不离开爹娘半步，绝不离开爹娘半步。儿啦，高老子心狠手辣，早将为吾视为严重之敌。况且私太忠烈，也能切于奸人之手。儿啦，倘有不成，你有命可引我匡家血脉，为我匡家不成心愿呐！我是亲人无命，到生去吧，母亲。爹娘出头，从前情还配神通，可惜。君报讯，父为君，爹子君真心意，问我永欢思，相知。老爷，老爷，还你何事寻我？禀老爷，曹丞率领兵马将我扩府重重围止。果然不成我之所料，儿郎是一只为吾只得一波，你快撤到！老爷呀！那早上言道，除了曹家小妾族仆2人，其他人等一律不得
你是什么？除了曹家小姐祖破而生，其他臣等一律不得。王允原谅我有一情，公爹。小月，小月，小月，说说早起饮食，小姐你娘子。夫君，这一次恐怕此生难再归了。夫君，你一定要回来呀！为妻等你回来，你一定要回来呀！曾子强，不依，哎呀，快让夫君，哎呀，夫君，哎呀，夫君。接子，匡洪，不念正死于这封宝剑之恩，反图谋不轨，前人前日公走，使宝剑因此寡人才大不敬。自导自杀，门门出战，请赐。应是王上，糟糕啊！老臣。
赵小姐自不以放映出府。好报。况未被抓捕，带上来，带上来，走。况我已布下了铁罗地网，你想逃，哼，是没有那么容易的。来，拿下一桶杂粮，且慢。啊，陈玉，你父王，求你放过我匡家一门。你，这是王贼官为抗，懂事。父母，求你放过我匡家一门。进去。
是，丈夫，我有这样的地方。跪下！跪下！那天方舟狂夫是谁的旨意？是小妹的旨意。哼，一个小小的丫头，哪里来的胆量？也没有那么大的旨意。这真是我的旨意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那日小婢替相爷上茶，听得相爷我朝正大声商议，要去讨奸。那你就去报信啦。是。我看你是没有讲实话吧？相爷，叫我小婢是死不来的呀！大胆！来呀，才把他的舌头割了。相爷饶命！看你这滚无言论语，畜生！小爷，故意他，小爷，他把你放了！不，那是小婢放了故意他。你们要做什么？你们要做什么？小投下去！小爷，是我害了你，是我害了你。在我都框架陪做去。又从见小月歌声遭风口，且生牙宽难相
好似太下草头，遍地一次次鲜血泪，鲜血泪。玉在风，你就是那把玉翠风宝剑，这一场冤案就是因你而起。
起手，恰因我层层摆布左右，这轿子戎马不分，和八丁老孙两棍子笑风光，江长城。到如今，你与若人见出手。切切你了掐绵绵恨与须。娘子，娘子，你我离别相邀，要等到来日夫妻团圆的夫君。心中自负一生，我独自死讨不公，为妻能不亲吗？不，你既命大义，岂可轻生啊？等我回来，将这张契约踏破于天下，等你回来听。那玉贼妇也在背弃，也在名教不平啊！那玉贼妇也在名教不平。
心相顾，一封一封啊！唉，草稿准确，一岁昨天，朕本想刺剑框架自横于他，谁知宝剑佩刀，还写起一张滔天风波，计算对他不等，只得将一万字。此次他宝剑，而今又来同亡，这是朕为臣不管呐！皇上，切莫声张，朕现在这院中散散心呐。明月光，似
他却是与那逃犯狂夫碰于夫妻名门的曹延勇。寻曹告请将遵旨。月儿啦月儿，你可知我的夫君现在何处？月光天上。
风，他不哭不闹，无所痛，反令我色也疯，你心痛啊！你心痛。他是在盼望丈夫早回庄外思乡，思人年纪皆真凶，今夜里皇上将他来困中下旨宣他进宫，一是宫门生死害，他今生只能把口服。从此我安心做国堂他全在你呀，儿啊，你大喜了。夜半三更，弟弟是那女儿开心。你不要是此说话，皇上有意选你进宫为妃，这岂不是大喜？皇上莫非忘了，他早已赐婚，将我嫁与匡父。哎，那匡父已是朝廷钦犯，谅他已死在逃亡途中，你不要再等他了。况且皇上下旨，谁管不从？女儿既嫁匡父，生是匡家的人，死是匡家的鬼，岂不领嫁？女儿不要无色，倘能进得宫去，便可尽享荣华。一人之下，万人之长。明日万岁便要召集大臣，为女儿进宫举行大礼。到时你封官压杯，龙举凤宴，为吾身配玉州府。万子女儿同掌金田，那是何等的荣耀，何等的风光啊！身配玉州府，同上金田母。血浮云杂开，一线明。皇上宣我进宫去登上金殿，明君看今是非所我父亲。祈愿弟弟，既算弟弟于命，女儿答应便是。好，答应就好，答应就好。女儿尚有一求。夸夸实来。
我要带养女小玉一同进宫。呀呀呀呀呀！我儿就要这娘娘了，这等小事有何不可？儿啊，你快快收起翠容，为父为你备好盛枣，明日一早你就欢欢喜喜进宫去吧。陛下，
小女曾所遇事奉你，以累子弟冤切，宣他请听。宣曹应用进言。
我儿该是疯了啊！该是疯了。儿啦，皇上说在夜间为不上京见驾。呸！那皇帝老儿正所在金銮天上思朝，才不会来这王宫里。哎呀，陛下，我儿像是得了疯癫之症。昨夜晚是去向雷声，是今因我求得了疯癫之症呐。当归，当归呀，当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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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当归呀！本来是要不得了，我真把他带一去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当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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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归呀！人宽好，老觉得好巧好玩呐！哎，好巧好玩。你这疯癫子为我发笑，为我发笑。我晓得死神不知那把宝剑有趣。什么宝剑？大灯！哎呀，你瞧，不妨让你那疯女儿试试，这宝剑似乎有趣。是啊，似乎有趣。其中有情。
春相思，况家在。3岁中原种良学，教真是红。不悔也。把真相言，气得我咬牙怒火双。谁料杨夫等我玩，我怕把杨许多年，倘若留他才是长。陛下，这风云门客无言，该当人斩。好，他毕竟是曹卿儿女，杀之不慎，将他滚出宫去，将他杀了。滚且慢了。皇上，皇上啊！我的风地殿，这次狂群臣面前素才长，长歌
清江小月色推开杀青金人，雕我从此莫生啊，可怜无辜春日困草高百姓他，可怜狂家原是哭泣抱歉自后郎。王刚我亲身经历方求你开断真相，怎知今因此恶毒，且我要粗断言语。吴忠良，吴忠良你们是百姓父母官，报土生意好文章。为什么张龙座也不生相？为什么金沙浑身看难长？为什么指鹿为马反称颂？为什么不起杀小勇长？为官不管讲真话，百姓何此喊乱话？为官不把是非明是何真大顺阳，难逃是一阵阵神有那奸邪当头乱朝纲，何把颠倒是越浮光？只怕是听也他的谣言，陈贵妃乾坤堂，他请江山一早旁。他请江哎呀，陛下！走马王的污蔑查证，真是我踏进天墙。哎呀，外国将他放了。陛下，将赵延勇斩了。不用或许你们同手，我早知今日断我生路，从未打算撤cung。你还能去哪里？我自有去处。你有去处？你接我去死吧！刘邦后面兵强，那黄虎已杀进武关了。
家全部看光的啊！正当来这个精彩了，里头打斗表演啊非常完美哦，武将有，射球功夫啊有，看看呢，正当戏文啊，看各种戏文叫文武双全，看得交关过瘾了。再有两个看戏的人头，正当多想再看一遍呢，可以登了俺小三网络电视台，或者来到手机应用市场高头下载小三手机台，再来点播俺搿只周末喜相逢。好，朋友们，下个礼拜再会。